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6节。民数记27章12节到14节。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3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权柄。昨咱有提到摩西伊行神迹的能力，这是对上帝遐来，对上帝权柄来。无论摩西伫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或者是互以色列人得到玛纳、烟吞肉、水泉等等的，伫传统上，咱拢认为摩西伊用管仔来行神迹，并拍水啦。也是互红海来分开，但是事实上，若照伫昨所讲到这个加低书的米利巴泉事件，上帝吩咐摩西，伊用命令，是用嘴，是完全毋免任何的动作的。但是后来是因为摩西受气，就用管仔来拍这个石盘软的。不论摩西怎样来做所成就的神迹，迄种的权柄，拢毋是摩西家己的，咱是对上帝遐来。上帝的仆人应该爱有这种的认知，不但需要伫知影上帝的权柄，更较需要来顺服上帝的权柄。但是摩西甲亚伦最后却因为上帝这个受气，来违背着上帝的命令。伫以色列人的面头前，因无有遵主做圣。伫民数记27章12节到14节，搁再一次来强调这个事件。圣经记载安尼讲，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上阿巴林山去看我赐予以色列人的地，你看就要甲你的阿兄亚伦共款，倒去你会得做遐。因为伫神的旷野，会将得甲我吵的时，恁违背我的命令。伫清出的水的所在，会将的面头前无准我做圣。这个水是指神的旷野加低斯米利巴水泉。顺服就是承认上帝的权柄，无顺服就是甲上帝的权柄甲压榨起来啦。伫基督徒的生命中间，就是爱用顺服来彰显上帝的权柄。虽然上帝的权柄无需要人去彰显，伊也存在，但是上帝却爱人愿意用顺服的心志来彰显伊的荣耀伫世界。这正是上帝甲摩西所讲、甲亚伦所讲的事。基督徒应该用生命来见证上帝的权柄。咱看，亲像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，因时常来讲家己是选民啦，上帝的选民。但是因伫生命顶悬却活袂出这种的见证。伫因的心中看袂到上帝的权柄，因为因的骄傲来抵抗着上帝的旨意，也因为安尼来压榨上帝的权柄。咱看圣经的记载，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，完全用自我做中心。毋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
也因此，因看到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就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。圣经记载，因搁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伫圣殿伫行的时，祭司长、经学士、教师以及长老来伊遐，问伊讲：你摕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？什么人互你这个权柄来做这个代志？耶稣就甲因讲：我要问恁一句话，恁甲我应答，我才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来做这个事？约翰洗礼的权柄是对天，还是对人来？恁甲我讲。因互相议论讲，咱若讲对天，伊就会讲安尼，恁是怎样无信约翰？毋过咱若讲对人，恐惊群众反感，因为因拢想惊讲约翰真正是真谛。因就因耶稣讲，我毋知。耶稣就对因讲安尼。我嘛毋甲恁讲，我摕什么权柄来做这个事。伫圣经会记载，耶稣基督凭什么权柄来行神迹？这个祭司长甲经学士以及长老，因无明白，所以因就质疑耶稣基督。经常耶稣基督拢袂正面来回答，但是伫遮看起来耶稣基督好像亲像要回答，其实嘛无啦吼。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就甲因应讲，我要问恁一句话，你甲我应答，我才会甲恁讲，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。约翰洗礼的权柄是对天，还是对人来？恁甲我讲，这是耶稣基督真安尼记住来甲这个犹太人来回答因的疑问。恁若无甲我讲，迄个我都无爱甲恁讲，迄是因为即群犹太人、犹太教的领袖，因并无有真正遵行上帝的义，并无有尊主做大，无将上帝的权柄来当做一回事，所以耶稣基督认为甲因加讲嘛无利益。因为因只有想要来彰显家己真厉害、真重要，因并毋是真正要尊主做大。伫教会咧准备建堂的这个中间，咱到底要用什么款的态度、实际的行动来参与，来彰显上帝的权柄？有人黑白团讲教会无有权通好拆建，也有人黑白团讲教会中建无合法，也有人相甲恁手伫边仔，当大多数人咧无用参与，是毋是有迄种人去甲伫教会却游玩烧酒去佚佗？完全毋插教会这个事工，是毋是咱真质疑上帝的权柄？咱愿意顺服、同心服侍，做伙来为着教会建堂的事来努力咧，来表达咱是一间教会的兄弟姊妹。咱用性命、用行动来表达。来彰显上帝的荣耀，用基督的心支持教会，支持兄弟，一齐为着建堂来努力。
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，我的子民啊，着听我的教示，注意听我讲的话。我要开嘴讲譬如，要讲出古早的奥秘，就是阮所听见、所知，阮的祖先所传予阮的事。阮无要将这的事对子孙隐瞒，要将上主的名声甲伊的权能，以及伊所做奇妙的事传予后代。12节，伊伫埃及地所安的产业，伫因祖先的目睭前做奇异的事。伊甲海分开，互因过去。伊互水徛起来，亲像饼。伊日时用云带因，规暝用火的光引带因。伊伫旷野互石盘逼离，互因有真济水通啉。亲像对深渊冲出，伊互水对石盘冲出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，阮是伫你的权柄的下面，叫阮着爱顺服，谦卑伫你的旨意的下骹，正做一位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